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的是日本又搁传出飞行机的意外，这摆是伫北海道的新千岁国际机场。台湾时间昨下晡4点半左右的时阵，有一架准备要走去跑道的大韩航空的班机，因为这机场涂骹结冰，所以去弄到另外一台国泰航空的班机，加在无发生火灾，甲人员伤亡。 对外面会当看到被弄到这台国泰航空波音777-300客机，伫尾流的正边破一坑，边仔有卡一个蓝色的石膏，是来自大韩航空 A330-300客机倒边的石膏。这台大韩航空编号 KE766的班机，本来是日本时间16下到2点，自北海道起飞，要飞去韩国的仁川。 不过北海道自15就开始落大雪，造成班机的时间拢延后3点外钟。国泰后停机坪要驶去跑道准备起飞的时阵，事故机弄到边的国泰航空 CX583班机。那依照一般的民航机场作业程序，客机伫咧启动进前，要由地勤的拖车先安尼用塞的，等飞机的引领柜放起来时阵，才家己出到跑道准备起飞。根据北海道新闻的报道。 新千岁机场的地勤车辆伫咧操作的时阵，因为涂骹的雪结冰，车链出轨去，才会造成这件意外。天气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航班的一个印度、新德里等北部地区，伫最近雾霾真严重，行伫路的能见度真歹。印度民航局因此建议各航空公司要注意，这也造成几落百个国内外航线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हाँ दिक्कत तो है जैसे अब काफ़ी देर से वेट करना पड़ेगा तो अगर पहले पता होता है फिर लाइक प्लानिंग भी अब जाके वहाँ का भी जो प्लानिंग था वो भी सारा 其实造成班机延误的除了空气品质甲能见度伤歹，班机取消造成停机坪的空间无够，也和状况比往年更加恶化。公司新闻，徐家林编写。